大家好，今天是2012年的最后一天，在这最后的一天，我想要跟各位介绍我心中的爸爸，永恒的爱。父亲只陪伴了我14年，我觉得在这14年的岁月里面，父亲的影响很大。我看见父亲，他是多么的任性，多么的坚韧，在处理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准则。我想跟各位用这么短的影片，让各位更深刻的了解我那心中最爱、最思念的父亲。一生的希望是希望我们儿女以家族为重，所以不管遇见什么困难，所有的家族
都会团结一致，同心合一。我想他的生命已经影响了在我们整个每一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。谢谢，谢谢爸爸，谢谢，谢谢爸爸，你造就了我。谢谢你让我成为瓦布伦安巴里布隆金俄路家族的孩子的子孙。谢谢你，我把所有的思念都寄放在这短短的影片，相信各位看过之后就知道我对父亲的思念，对父亲的爱。谢谢。